新北市長的選戰，民進黨的蘇巧慧再度拍出着總統牌，伊今仔日甲前總統蔡英文做伙來參加着8·1女的畢業典禮。伊的對手國民黨的李四川是到北海華參加宮廟的活動。記者甲講，蘇巧慧帶這個蔡總統這個大咖來坐鎮哦。李四川回應講，新北市400萬的市民都是伊的大咖。甲邊的校長、家長會長做伙比愛心，前總統蔡英文和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做伙參加8·1女的畢業典禮。最重要的主角，畢業班的同學們，大家好。蔡英文過去佇咧總統府點8年，就佇咧8·1女隔壁，這邊落任來到8·1女，私心就親像看到老厝邊轉來爭回面子。蘇巧慧是以校友和家長的身份出席。小英總統能夠來到北女中哦，那不只是畢業生，甚至是在校生，還有家長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興。蘇巧慧面前備戰2026新北市長選戰，這嘛是進前邀請小英總統公開競選辦公室了後，佮一擺拍出總統牌。那伊的對手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是透早中午北海華。李四川來到金山拜媽祖，這是當地真重要的宗教活動，和鄉親伴伴拜託支持。畢竟對手的靠山攏有頭有面。我的大咖最主要就是新北市400萬的所有的市民，我跟在29區所有的地方，不管是市民、里長，我們都共同為新北市來努力。蘇巧慧參加完8·1女的畢業典禮，嘛走到金山參加同一場的活動。針對最近遭保基地引起地方和中央對象，那裡參選人嘛陸續表態。我要呼籲我的對手是不是能夠支持我們的財劃法的修正？我們也會持續的和中央討論各項政策的預算如何能夠協調分配。備戰2026之前，那裡電影開始拖人氣，不過蘇巧慧雖然說拍出總統牌，望新北那天變綠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